一般正常人的呼吸在每分钟12到20次左右，越是放松的时候呼吸就越慢，反之越是紧张的时候呼吸就越快。呼吸的速度和心跳的速度也是成正比的，心跳越快的时候呼吸速度也越快，心跳慢的时候呼吸的速度也会变慢。大家都听说过吧，长寿的动物一般都是心跳比较慢的，比如乌龟的心跳每分钟6到10次左右，好多乌龟可以活上半年。老鼠每分钟心跳300到500次，平均寿命就只有1到2年。在这里看视频的朋友们是不是想到了，如果我们减少呼吸的次数，就可以放缓心跳的速度，那样是不是就可以增加寿命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如果同时我们也遵守宇宙生命的其他法则，比如戒杀。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印度瑜伽呼吸法 Matrika Pranayama， 它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把呼吸放缓到每分钟3次。这样有规律的练习可以增加肺功能和血液的含氧量。这是一种很慢的呼吸，在吸气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默默数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每数一数的时间呢，相当于1秒钟，滴答的样子。吐气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从10数到1，也就是说吸气要用到10秒钟的时间，吐气也是10秒钟的时间。这样一呼一吸，一次呼吸就是20秒，1分钟60秒，我们就呼吸3次。通常情况下，没有深呼吸习惯的人呢，刚开始的时候吸气一下子很难数到10，这是正常的。数到吸气时可以数的最远的数字就可以了。如果你只能数到5，那就是5；如果是7，就是7。随着每天的练习，基本上健康人都可以在吸气的时候数到10秒。在我的临床经验中，有长期焦虑的病人，通常他们的横膈膜都有气郁，所以他们的呼吸是很浮浅的，可能需要花些时间来练习，有的需要个别辅导。但是我经常推荐这个长寿呼吸法给他们，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控制焦虑情绪的呼吸方法。一般普通人的呼吸是用不到肺的下叶的，这里给大家补脑一下肺脏的解剖结构。肺有左肺和右肺，其中右肺有上叶、中叶和下叶，左肺只有上叶和下叶。没有深呼吸习惯的人呢，他们的肺的下叶长期都处于不被使用的状态，他们的肺功能没有被完全的开发。很多人的肺下叶呢，还有大量的2氧化碳残余，这就是呼吸没有达到足够的深度，2氧化碳没有充分的和氧气进行交换所造成的。而这个 Matrika Pranayama， 如果吸气和吐气都数到10，就用到了肺的下叶。长期练习可以增加心肺功能，也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血液的含氧量，而且还可以很有效地放缓我们心跳的速度。当然这需要经常的练习。你会很自然地发现吐气的时候更容易数得长一点，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。但是这个 Matrika Pranayama 的要求是吸气和吐气必须是一样长短，才可以达到心率平稳和细胞自我疗愈的作用。也有人问我，他觉得躺着的时候更加容易吸气数到10，所以他喜欢躺着练习。但是请注意，当平躺的时候，地球的重力是作用在肺的背部，而当我们坐着的时候，地球的重力刚好作用在肺的下叶。这2种姿势达到的效果是不一样的。为了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，最好是以禅修的姿势练习。一般每天需要练2次，每次16次呼吸。
每3次呼吸才1分钟，所以16次呼吸5分钟就差不多了。早上1次，晚上1次。有打坐习惯的朋友，可以在打坐前面练习这个呼吸，你会发现练习完以后更加容易进入禅修的状态。有的时候，当我禅修前心情不稳定的时候，这个呼吸呢，我需要练习到48次，才能感觉自己的气息比较稳了。而且我也非常喜欢在站桩的时候同时做这个呼吸法，我会感觉我的双腿像扎了根一样的在土地里面。站桩的时候练习这个呼吸方法，站15分钟呢，好像得到了25分钟的效果；站半个小时呢，就好像得到了45分钟的效果。当然了，请避免在车水马龙的地方练习就好。最后，我再教大家一个数呼吸的办法，因为我们心里面是在数呼吸的长短，1到10， 10到1，所以我们不必要心里面去默数呼吸了多少次，只需要把大拇指在另外4根手指的4个地方停一停，除大拇指以外的每根手指、指尖和3个指缝，每呼吸1次，大拇指就划过1次指尖或者指缝，从食指一直到小拇指，每根手指有4个地方可以停留，4根手指就是16个地方，这就是16次呼吸。当我们数第1个呼吸的时候，我们的大拇指停留在食指的指尖，依次类推，等到我们完成第16次呼吸，大拇指就正好落在第4根手指的最后一个指缝上面，这样我们大脑就不用去数呼吸的次数了。接下来给大家播放用佛音碗引导的 Matrika Pranayama 的呼吸练习。如果您跟着西藏音波的音频练习，会有更好的静心效果。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呢，请留言，我们会尽快回答。如果觉得这个呼吸方法对你有用呢，请大方点赞。如果您有兴趣看长寿呼吸法的英文视频呢，我已经把英语视频的链接呢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。欢迎关注望尘谷的频道，望尘谷所有视频从编辑、摄影到剪辑都是由柳俊独立完成的。本频道只创作对身心健康有益的视频，观众朋友们的支持才是频道长寿健康的良药哦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记得下一次不见不散哦。